其他消息来关心，日本福岛核电厂已经开始咧漏核废水排入去大海。中国已经随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这是对日本渔业造成真大影响。即马为了要确保日本的这些水产品敢有安全，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19就带南韩、中国和加拿大这些国家的专家去福岛当地渔港掠鱼仔的建本，也个海产去做调查，要甲这些建本炸转去英国内的实验室来看讲这些鱼货敢有安全。渔船入港载真侪鱼转来，一碗花需要真侪科学家为伫边仔确认。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带领的团队，就到日本福岛的一个渔港，对渔民掠大鱼内面做采样。自8月24日，福岛核电厂开始排放核污水了，中国就全面禁止日本的水产品进口。这回是头一遍采集鱼的样本。一个小组内面有包括来自中國、南韓加加拿大的專家。We've had 2 scientists here from the Chinese lab this week, and they've seen every aspect of the sample collection so far. They will also accompany us to the laboratories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and see how the samples are prepared. IAEA 讲，这边采样是日本政府要求的，经6種定定伫个好菌水核活動的魚。样本会送予10幾個參加的實驗室做輻射值的分析甲評估，上面由 IAEA 統整各國的檢驗資料，公布整體檢測報告，提升大家對日本所提供資料的信心。中國外交部講，國際社會要求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機制。我们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为此发挥应有的建设性作用，承担起对日方严格监督的责任。日方也应当全面配合，严防核污染水排海带来不可挽回的危害。福島核污水這個月初5進行第2輪的排放，15加16兩天採集的海水樣本，氚的濃度達到1公升，14加16貝克，是採樣到即馬濃度上懸的，不過是也未超過標準。漁業人士希望借由密集的輻射檢測，會當讓國際社會較安心。公視新聞鄭偉林、吳其昌編輯。